大家好，我係 Molly，記得幫我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，多謝你。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嘅生活成日都好忙，忙到唔記得為自己充電？會唔會覺得成日都要為咗討好人哋，搞到個人好攰？如果你有同感嘅話，咁今日呢條片就係為你而設噶啦。我手上呢一本《討好自己就夠了》，作者係日本身心科醫生藤野志宰。佢細個因為心臟嘅問題冇辦法跑跑跳跳，但係反而因為咁，好早就悟出咗人生真諦。佢覺得人生時間有限，最唔應該浪費時間就係要勉強自己討好其他人，最應該討好嘅就係自己。佢將多年嘅臨床經驗化成咗48個鬆弛感生活處方。今日我唔會講晒48個，太多啦，而精選咗12個最核心、最容易上手嘅精華，分成咗上下兩集，每集6個，等大家好輕鬆咁吸收。第一集我哋會先嚟學識點樣停落嚟，同埋擺自己喺第一位。第一個處方就係要讚自己，仲要係無厘頭咁讚自己。對抗大腦最中意挑剔自己嘅壞習慣，就係每日揾一件小事瘋狂咁讚自己。例如，好嘢，我今日冇搭錯車，方向感真係好好啊！叻女，我記得出門嗰陣閂晒所有燈，真係好環保啊！重點係要讚得具體，但係無聊，目的就係將你嘅注意力由我欠咗啲乜扭轉去我擁有啲乜。自信呢，就係咁樣一點一滴咁儲翻嚟噶啦。處方2就係要識得睇身體幾時需要強制休息。當你連續幾日都唔夠瞓，或者壓力太大，開始係咁打爛嘢、做錯嘢、睇嘢睇唔入腦，呢啲唔係論盡，而係你身體發出嘅最高警報。佢用緊最後嘅電量話你知，系統過熱啦，要即刻熄機維護啦。要將呢啲身體失誤視之為合法嘅休息信號。喺太攰嘅時候，真係要俾自己休息一下。處方3要設立自我優先嘅防火牆。我哋個腦入邊成日都會有把聲同自己講，你應該做得再好啲噶。下次聽到呢把聲嗰陣，即刻審問下佢，係邊個同我講應該嘅呢？阿媽、老師定係社會？如果我唔跟呢個應該嚟做，最壞嘅情況係點？發生嘅幾率有幾高？通常你就會發現，其實後果係冇想象中咁可怕㗎。好似書中嘅一個例子咁，有個媽媽佢擺脫咗夜晚一定要煮飯呢個應該，就發現其實當佢好攰嘅時候，間唔中嗌一餐半餐外賣，其實家人一樣都好開心，而自己亦都可以輕鬆好多。處方4要進行價值觀資產重組。我哋成日都好忙，忙到懵懵地，係因為冇搞清楚乜嘢對自己最重要。我哋要靜落嚟問自己2個問題，然後寫低答案。第一，對我嚟講，幸福嘅具體畫面係乜？例如星期6日朝頭早唔使開鬧鐘，瞓到自然醒，跟住可以嘆住咖啡咁樣睇書。第二，工作只係服務我人生嘅工具，佢應該佔我幾多精力呢？呢個問題可以幫你睇清，可能你將80% 嘅精力投放咗喺只係佔人生幸福嘅20% 事上面，咁其實工作係唔應該係你人生嘅主人嚟㗎。處方5要認清有90%焦慮係假警報呢個事實。作者話，人嘅擔憂有超過90%都唔會發生，剩低嗰1%，結果都多數比你想象中容易處理嘅。你驚聽日 presentation 會出錯，個腦入邊已經喺度播緊啲俾人笑啊，事業玩完嘅畫面，但事實上係，就算有少少緊張，有少少出錯，但係其實想象中冇你咁大件事，事情總會過去嘅。練習同自己講，我嘅恐懼只係大腦嘅過度保護，我有能力去處理真實嘅問題嘅。處方6建立自我關懷嘅觸發點，將愛自己變成具體嘅動作，設定一啲小儀式，
代表我要照顧自己。有時生活係需要啲儀式感㗎，例如沖一杯特定嘅花茶，戴耳機聽一首特定嘅你中意嘅音樂，身體就會記住呢個信號，就會自動進入呢個放鬆嘅狀態。好啦，上集呢6個處方呢，核心就係第一，聽身體話要休息；第二，審判腦入邊嘅應該；第三，定義自己嘅幸福。但係實戰嘅最大難關呢，往往都係身邊嘅人嘅。下一集我就會講下，要學識點樣喺人際關係中保護自己，甚至變得更加自在。記得訂閱同埋撳隔籬個鐘仔啊！下集見。喂，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係 Molly，下條片再見。